好，大家好，今日大叔呢集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可能大家都好熟嘅名字，但又未必好肯定係乜嘢嘅，就係 M 品牌計劃啦。咁香港好多大型嘅體育盛事咧，我哋都會冠上呢個 M Mark Event。香港咧其實有個大型體育盛事委員會嘅。咁其實喺好多大型活動之前，點解得到政府大支持或者可以做多啲宣傳咧？其實就我哋 M Event Fund係非常之緊要嘅，因為嗰個 funding 咧可以幫到一啲 organizer 去做多啲廣告啦，可以做多啲宣傳啦，或者場地佈置啊、體驗等等都可以多啲。以前啱啱開始嘅時候，可能一年十零個。咁隨住而家我哋香港即係政府都好努力去推行，我哋係成為盛事之都啦。咁所以喺體育文化界方面咧，即係 M 品牌 event 亦都一步一步進行優化。咁其實大家可能聽過之前有啲活動會政府 fully subsidies， 咁可能去到上限去到1500萬啦。咁其實新一輪嘅計劃咧，亦都進行咗啲優化，因為即係之前香港好多唔同活動，有啲就搞得有聲有色，有啲就可能爭少少。咁好多朋友或者政府都有出嚟開腔講緊咧，即係都一定要去檢討翻個 M event。審批係一件事，但係點樣去監察亦都係另一件事。咁今日咧想提出一兩個 point，咁應該對香港嚟講舉辦多啲盛事都係好事嚟。咁第一咧就係以往嘅 M event 咧，如果喺體育界咧，大部分都係針對一啲喺世界性嘅比賽、世界級別、世界認可。咁最少可能係我哋叫做AF 啦、Asia Federation 啦，或者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嘅認可，一啲計分賽或者一啲級別賽事。而家嘅新計劃入邊咧，其實政府都會歡迎一啲我哋講嘅表演賽或者邀請賽。其實政府都係想多啲唔同嘅賽事入嚟香港，咁增加到我哋嘅觀眾啦，增加到我哋遊客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改變咧，都係對好多 organizer 嚟講咧多咗一啲 flexibility 嘅。咁第二樣嘢咧，咁亦都隨住文體旅嘅重視程度一路增加啦。咁所以其實喺 M event 嗰個要求上面咧，即係都政府會特別需要喺監管嘅時候，都希望所有 organizer 咧喺完 event 嘅時候咧，都會提交翻一啲報表或者一啲數據去證明自己活動除咗入場觀看人士之外，喺帶動遊客方面有啲咩幫助啊？喺帶動呢個旅遊方面究竟有啲咩幫助？呢啲都係全部一一都會提交翻個要求，提交翻數據去審批，直到你 confirm 晒你所有之前 proposal 所提供嘅嘢都已經做到晒啦，咁你先會攞到晒個 full funding嘅。咁呢啲以上嘅其中一啲例子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大家詳情可以喺政府網頁睇翻。咁但係以上呢啲例子咧，應該係會對香港進一步成為盛事之都咧，有更加多嘅幫助嘅。咁呢個今日大叔所以講下呢個 M 品牌 event 嘅改變啦。